一個詩篇嘅122第1節，最得福嘅人，最尊崇上帝，要敬崇上帝嘅人最得福。屬甲嘅一個命令也係最得福嘅人，因為我嘅聖經講自家啲話，然後一個詩篇嘅122第2節樣講到，自家嘅自信在世間裏邊要得到強，要得到力量。因為到自家要尊崇上帝嘅人，屬於自家義人上帝合意，上帝祝福自家呢台，或祝福自家自信呢台，攏總得到平安，得到快樂，得到上帝嘅合意。因為到自家做大人呢台人要尊崇上帝，上帝合意，上帝要照顧，上帝要保佑。當然自家做阿爸及媽媽嚟講，要勸帶自家嘅子女嚟尊崇上帝。然後自家嘅孫子，自家做老人家、做阿公、及做婆婆啥，也要勸帶自家嘅孫子嚟到上帝嘅裏面，要尊崇上帝。嗱，攏從全家要敬崇上帝嘅家庭，都係最得福、最快樂。所以自家要謙卑嘅心，自家嚟到主耶穌嘅面前，相信佢、信任佢係自家嘅救主，係個上帝，熱天一嘅家庭得到平安，得到快樂。得到天嘅心，得到要信理，在耶穌名，自家感恩，自家禱告，阿門。